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3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64972例本土病例，有41个人死亡。明仔载开放亲戚朋友会当帮病人去病院评估，敢是确诊。今年头一波黄sơn雨方面，今仔暗时来到台湾，拜六礼拜雨会落上大，嘛提醒中部地区的民众就要做好防灾准备。中研院参与世界性的计划，翕到史上第2张乌洞的相片，用实际影像来证明爱因斯坦100年前提出来理论确实无误对。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64972例本土病例，有39例境外病例，41人死亡，217例中重症。死亡的病人拢是年岁较大、有癌症，也是慢性病哦。另外，确诊的确认又搁加一种方式咯。对明仔载开始嘛，开放居家检疫、居家隔离，搁有自主防疫。这3类对象的亲戚朋友，会当查因的健保卡，搁有快筛试剂检验的结果，去病院请医师来确认讲敢是有确诊。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64972人。那境外移入39，那死亡的个案有41名，好，这算是我们今年死亡个案最多的一天哈。那总共在这位41名确诊死亡个案的从这病例上来调查有40人具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一半以上是这个没有接种过疫苗，占21例。好，那另外是有大概约一半80岁以上的个案。那除了1位以外，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慢性病史。今年比较特殊的重症个案是一个20多岁的一位产妇。那她是自然生产，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不过经过治疗之后状况应该算是稳定。不管是中症或者是中症呢，都还是年纪偏这个60岁以上的个案居多。所以我们在5月14号起，可以委由亲友带健保卡及快筛检测卡夹检验片至诊所或负责居家照护之责任院所、4大公立医疗体系配合开设学龄前儿童就医绿色通道。好，这是一个防疫的急门诊。过来，疫情的滚价，大拢真烦恼，讲医疗负担已经紧绷会支持袂了。专家嘛呼吁指挥中心考虑讲，甲居家隔离的措施加严，嘛建议设专接病院。另外，有感染科医师认为讲，注第3档的疫苗，佮加上自然喂到病毒的人口的比例，至少要超过8成，才有群体免疫，社会才会当赶紧重新开放。摕到检验试剂，让新淡台病院急诊室外口的体检区医院排甲长路路，国内本土病例确诊人数一日已经超过6万人咯。对去年1月到5月11染病人数计共累积到478870例。外界也烦恼讲，这疫情高峰期到位，医疗量能规个超崩。卫生指挥中心就要考虑加严居家隔离措施，也建议就要开设专职病房。医院同时又要做感控，又要处理一般的病人，其实对医院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比较好的做法当然是可以考虑在北中南各有一个专责医院，他们只收新冠的，那医院还是保留下来处理我们平常就会碰到的一些病人。黄立明表示，高峰期有延后的可能性，这也代表全面就爱长期来对抗。未来规划出北中南开设专职病院，专门收治确诊者，落实院内管控，避免排斥到其他病人，这死伤才袂来增加。根据着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国内新冠疫苗注头1档的有85.54%，注第2档的有80.64%，注第3档的有62.32%。感染科医生认为，疫苗注到对家这含自然感染的比例，上无爱达到人口8成，才较有可能有群体保护力。那昨天我们的感染的人数是6万5，那300万的话，每天6万5的话，就差不多要50天，所以合理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达到群体免疫力，能够达到完全解封的话，可能最快到6月底才有可能可以解封。医生表示，对2020年到目前为止，全国的确诊人数已经来到50几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大约是2.5%。再加上这无抓出来这疫情感染数5倍来计算，初步估计大约是14.5%的确诊人数。加上目前注第3档的疫苗注射率来到62.32%，计共是要来到75%咯。那准面上注疫苗意愿受到疫情影响来增加，所来感染比率和疫苗注射率加起来要到80%，离国内解除封锁开放才会当愈来愈接近。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开始开放确诊者的亲戚朋友会当去全台湾137间的防疫门诊帮确诊者去看医生哦，领抗病毒的药物。也毋过有基层诊所的医师就质疑讲，为怎样抗病毒药的药单只有137间病院会当开？若是国家检疫、国家隔离甲自主防疫等3类对象，若快筛阳性透过视线诊疗，就应判定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为方便民众摕药啊，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13拜5开始开放确诊者亲友摕确诊者的健保卡到全台137间配附病院防疫门诊，就应代替挂号、看诊甲摕用者的抗病毒药啊。即使是只是亲友来带看，还是希望借由这个电话，或者是说最好是能视讯的方式看到本人。一个是确认这个病人的情况啦，那另外一个是知情同意，就是告诉他这个我们用药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指挥中心表示，确诊亲友爱是回国家隔离的人，经过医师评估符合用药的条件人，就应代替领药啊。不过基层诊所医师这期既然已经开放基层医疗院所加入视讯或者是电话门诊服务，医生应开慢性药单或者是一般症状治疗药啊。不过只有用者抗病毒药啊，只限制至137间病院才能开药单。安尼不止增加大病院工作的负担，也增加确诊亲友伫风险当中。希望再给我们更方便一点，就是更多地点可以直接去领药等等。医院已经在忙着在那边防疫了，你叫他们去那边看诊拿这个药，有什么道理嘛？医院应该侧重在中重症的那个防治啊，在治疗啊。然后你这个东西应该开放到整个医疗院所。医师强调，国内即马有辉瑞甲莫沙东2种用者抗病毒药啊，应有效预防高危险群为轻症转做重症症，不过爱伫发病5天内使用。呼吁指挥中心应将用者抗病毒药啊释出到社区药局甲诊所，应更加方便民众摕到药啊。记者综合报道。昨开始，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咯，因为需要经过医师视讯来判定。有医师就讲哦，其实所谓落差甲身份的确认拢是问题，麻烦到讲快筛结果有可能是假的。另外，屏东有家长是反映讲快筛嘛是个真恶买，校方讲有公费的快筛，也毋过宣领袂到哦。其他隔离学生无验快筛，就无法度登去学校上课，互因真伤脑筋。隔着手机医生帮民众评估敢有确诊。中央宣布10日开始居家居检甲自我隔离期间，快筛阳性的民众会使由医生视讯评估敢有确诊，但门诊进前爱先传快筛阳性试剂，居家通知书确认身份。毋拿民众认为程序复杂，嘛增加基层医生看诊的负担。很多打电话来，我们都会先跟他讲说，你要先主动提供你是这三种身份，我们才能接下去的一些认定，所以取消了很多。是。确诊人数一直增加，造成公部门作业延迟。民众摕无通知书，但会使先取消视讯门诊。流程复杂嘛，互诊所无想要配合。以高雄来讲，1000多间的诊所内底，愿意配合的到400几间。疫情严重，互未少学校班级倒伫停课。屏东目前有81校140班暂停实体课程，有家长表示快筛无好买，烦恼学校公发的快筛若无够，恐惊影响囡仔复课。不担心啦，因为这样子后续下来可能会生气。本府也预备2500剂之快筛试剂，作为因应学校需求，学校需求量大于基本配发量，本府会依学校不足数配发予学校使用。教育处表示，屏东县收到中央配的快筛试剂了后，这2天已经陆续通知各校来领。另外嘛，准备2500剂快筛，互学校预备，未有无够的问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南部报道。有医师讲，母亲节过了后，12岁以下囡仔确诊率是提悬袂少，居家隔离的囡仔嘛拢需要视讯来看病。有医师就讲哦，用视讯常常拄到信号无好、沟通困难。有家长嘛是烦恼讲视讯看病效果，毋知敢会拍折。对，先塞个屁股让他舒服。医生摕着手机对荧幕另外迄头一直咧提醒，爱家长爱注意确诊囡仔身体状况。这个你吃6cc 啦，5到6cc嘿，那你3cc给他塞一下。
国内疫情当日严重，加之医学中心居家照护体系诊所一开诊就真侪民众卡是信电话来，其中未少诊疗对象是确诊者，拢是12岁以下幼囡仔，其中有一口照顾的人，妈妈含3岁的双生仔确诊，爸爸含一个3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在处理隔离。医生表示，母亲节过后，12岁以下囡仔确诊率增加真多。从上个星期，我们那个确诊的案例，幼儿的话大概都是12岁以下，大概占13% 左右。但是昨天从那种看到的数据，我们发现说幼儿已经高达到17% 了。医生表示，有袂少拢是因为母亲节只会食饭，致使囡仔确诊，也互视线看诊的需求量增加。这几日啊，视线看诊甲去到诊所看病，大约是占了一半一半。常常当着这视线看诊，这信号无好，加上沟通的问题，久长看诊的时间。而且家长也烦恼讲，视线诊疗无法度明确来观察到确诊者的身体变化，也无法度精准的开药啊。视讯就什么都做不到，对，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去判断它严重程度还是什么，可能不会那么精确。它临床表现的东西，这不是靠视讯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认为视讯的效果有限了。虽然家长的烦恼，不过目前阶段敢若会当配合。医生也提醒12岁以下，因为疫苗注射率有较低，应该爱赶紧带去注疫苗。若像发烧超过3天，或者是烧超过38度半，也有心跳变紧这挂症头，就无适合视线看诊，应该赶紧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要提醒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今年头一波的黄酸雨方面，今日暗时来到台湾咯。拜六礼拜雨会落上大，全台湾拢会落雨，天气是真无稳定，温度嘛只有16度左右。气象专家嘛提醒讲，中部地区雨量上济哦，民众都爱做好防灾的准备。落雨出现有报道顶悬一片红旗旗。今年梅雨季第一波方面13拜5暗时开始报道。方面电源为荷包发展旺盛，刷入大量水汽，带来一波一波的短时强降雨。气象局提醒，拜六拜日落雨上厉害，全台拢有雨。周末2天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台湾附近的环境是相当不稳定，尤其是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的雨势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一些。这些地方预期都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甚至是豪雨。除了激烈强降雨以外，各地气温也明显转凉。相对拜五也是较温暖舒适，拜六拜日开始，各地开始降温转凉。拜一中部以北气温会达到10度以下，南部甲花东也温度慢慢下降。拜日开始，各地才慢慢回温。气象专家分析，这波梅雨方面，上爱注意就是影响时间至少有3天。对着梅雨方面所入。中小超导对流系统会带来瞬间强降雨，可能致使灾害。目前预测中部的总雨量会上大。整个锋面由北边下来之后，它会慢慢的往南移动。那因为锋面前的这个所谓西南季风的这个区域通常都是雨最大的这个区域。那影响时间相对来讲，中部南部就会比较长。专家提醒，拜五暗时开始，全台拢落雨机会，锋面会由北向南来耍震动。伴随西南季风降雨一区，中部爱特别注意，南部甲北部民众也要细致防灾，注意及时的天气资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疫情哦，台北市长郭文地认为讲，若讲中央坚持爱验 PCR， 才会当来决定讲，敢要开抗病毒药啊，一定会死真侪人。郭市长今仔又阁讲，统计显示讲，确诊者有食抗病毒药啊，大因个死亡率是减少8成。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讲，快筛阳性，经过医师的诊断，应该爱马上互因食药啊。也毋过有医师是强调讲，抗病毒药啊嘛是会引起副作用，用药啊嘛是爱细腻。台北市长郭文地13早起参加讲座第一甲行政社会主体甲苏文地3期多经分会后联合召组抽签记者会，暗过媒体目标拢放伫疫情基地。国体真侪摆表示，快筛用就直接用药，还佫讲若要PCR才用药啊，一定死真侪人。啊，毋过有医师反对，提醒抗病毒药啊，交互作用真侪，恐惊有副作用。其实行家就知道我在讲的意思了，就是说那快筛阳只是取代那 PCR 阳的那个，都在临床上使用。那当然这个要有它的适应症嘛，人家讲 A， 他就故意去讲 B 来混淆视听。
去台湾各中视察新北校园防疫专案办公室的新北市长侯友宜，面对疫情欠悬，新北市确诊数是全国上济。侯友宜表示，快太阳因讲是确诊无分对象，按过指挥官陈时中说讲，快太阳依然有15%的危险性。侯友宜是搁一摆呼吁，希望中央应简化流程，快速协助民众就医。我相信中央如果面对扩大范围还有余力，那就快速的去用配套的措施把这个问题做好解决。侯友宜也认同郭文泰讲法，快太阳就用药的做法，表示快太阳民众经过医师的诊断了后，若需要就马上抢救，以缩短救治的时间，争取黄金治疗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有一个查囝，伊身体无爽快做快胎，结果是阳性。伊想要帮长期因为糖尿病拢倒伫眠床的妈妈嘛做快胎哦。准备要帮妈妈变身的时，却发现讲妈妈已经无喘气了。验尸的结果是显示讲，这个妇人嘛是阳性，也毋过伊是因为心脏麻痹死亡的。警方接到通报，赶紧赶到现场。桃园平镇传出一个因为糖尿病长期倒伫床的姓温妇人人快胎阳性了后死亡。据死者的女儿表示，59岁温姓死者因为糖尿病长期卧病在床。11日晚间进入房间要帮母亲翻身时，却发现母亲没有呼吸心跳。警方表示，死者的查某囝初早发现家己的身体无拄好，快胎了后阳性反应，因为甲妈妈有密切接触，嘛替妈妈快胎，同款阳性反应。12日暗时要替妈妈变身的时阵，发现妈妈已经无喘气、心跳，赶紧卡医救。救护人员到现场，妇人人已经明显死亡，无送医治疗。日前女儿给予快筛为阳性，女儿本身快筛也为阳性，隔天。女儿去探视母亲的时候，发觉母亲已无呼吸心跳。本案将交由法医相验，厘清相关死因。警方表示，报请同地检署上验，死者死亡原因是生命性休克，家属对死亡原因无意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因总这2礼拜帮2个确诊的有新的妇人人生囝，昨是一个有新33礼拜已经开始发烧，囡仔的胎动嘛减少哦。因为这妈妈无注过疫苗是中重症的高风险族群，医疗团队是穿3领的防护衫，紧急来帮伊破腹，加在最后无仔囝拢平安。入去妇科手术病房进前，所有医护人员要先开半点钟穿3层的防护衫甲手套啊，因为要动手术的是确诊的有心人。伊到病院进前出现胸腔窒息、发烧、胎动变少的状况，团队紧急伫12日透早替伊破腹。他有高烧合并败血症的症状了，那孕妇变成重症的机会是比一般人更高的，所以我们想说当机立断就。把它生出来是对他比较好的。妇产科医师讲，有心人本地就是染病的高风险族群。这个有心人本地预产期伫6月底，不过胎位无正，也无注疫苗，恐惊增加染病了后中重症的风险。确认过胎儿的状况了后，到第33礼拜的时，提前破腹生囝，过程当中也做好保护，避免婴仔互喂着。加在规个过程真顺利，母囝拢真平安。不过婴仔早产，搁着关注健康状况。妇产科医生也提醒讲，面对疫情，建议有心人爱注疫苗。你自己呼吸会不会觉得喘？这个也很重要。那最好的话就是有血氧，如果有这个设备，自己随时测血氧，可能96、95就要小心了。那发烧这个也是要注意。已经打3剂了，对，然后尽量就是会比较少出门。医生提醒有心人伫怀胎期间爱注意胎动甲家己的喘气，若真正染病，就要随时关注肺氧的高度、甲喘气，佮有胎动。然后胸腔窒息、发烧或者是胎动明显变少的症头，一定要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比利时、德国、印尼佮塞内加尔做伙举办的第2届线顶的全球新冠肺炎高峰会，伫台湾时间昨暗举行。咱国嘛搁再受到邀请参加。前副总统陈建仁用录影的方式来发表，嘛宣布讲要捐150万的美金来帮助提升全球疫苗的注射率。I'm glad to announce that Taiwan pledged to donate a further $1.5 million to support vaccine coverage. We also commit to continuing to provide medical masks, PCR testing machine, oxygen concentrators.
and other supplies to countries in need. 美国总统拜登伫峰会中嘛提醒各国，要稳定疫情，爱阁有真侪代志爱做哦。伫即届峰会有100国家提供的抗疫基金超过30亿美金，大约20亿会先用来控制目前的疫情哦。另外9亿6200万哦，会放伫世界银行的基金内底。再来看美国两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咯。最近美国平均一日嘛，阁有84000多人确诊哦，已经亲像又阁开始炭烧。有专家就警告讲，美国国会应该赶紧来批准甲疫情相关的预算，避免今年的秋天甲寒冬天疫情又搁热起来。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Speaker Nancy Pelosi and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United States Senate in a moment of silence in remembrance of 1 million American lives lost to the COVID-19 virus. 美国感染死亡的超过100万人，国会伫哀悼。拜登总统12日伫国际新冠疫情峰会顶强调，美国会持续甲国际社会共同防疫，也会降半旗哀悼病故的人。This pandemic isn't over. Expand access globally to tests and treatments, and we have to prevent complacency. Today I'm announcing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are critical COVID-19 technologies throug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VID-19 Technology Access Pool. And I'm encouraging other leaders to join me in upping their commitments. 美国总人口数3亿外人，累计超过8200万人确诊。根据路透社的追踪统计，到12早起6点，过去7天每10万人新增加179例确诊，每天平均有8.4万例确诊，确诊者有增加的趋势。北京表示，今年下半年了后，美国的疫情无乐观。The virus feels evolutionary pressure. To escape our immunity that is generated both by infections and by vaccinations. We also have waning immunity. It means that as we get to the fall, we are all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vulnerability to a virus. 贾哈表示，针对目前的 Omicron 病毒株新疫苗，可能会在今年秋冬季上市，提供更较悬的保护力，也希望国会赶紧批准更较侪新防疫预算，强化政府的超前部署能力。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受到战争的影响，芬兰政府宣布讲15要申请加入北约组织，大多数民众嘛拢真支持。美国跟北约嘛表示欢迎，也毋过罗西亚是呛讲北约组织扩大，要互欧亚大陆如何安全哦。今仔嘛有芬兰的媒体指出讲，罗西亚为着要报复，可能对今仔开始就会停止供应天然气予芬兰。芬兰总统和总理12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讲支持加入北约的组织。两个人伫联合声明内底表示讲，希望会伫未来几天紧密来进行这项决定国家的步伐，强调加入北约是会当来强化芬兰的安全，芬兰嘛会当来强化北约。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altered the European and Finnish security environment. However, Finland is not facing an immediate military threat. Should Finland decide to apply, the accession of Finland would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altic Sea region and Northern Europe. 芬兰政府的特别委员会会伫15来开会，正式宣布讲要申请加入北约，刷落去甲这个提案送交国会，预计伫16对这个案件做辩论。芬兰国会内底有2/3的议员支持申请加入北约。自从俄罗斯伫2月24日入乌克兰以来，民调显示讲，芬兰的民众对加入北约的支持度对3成两悬到8成。It's great news. It's about time. I have really waiting this happening in a long time. Best security solution this time, and Russia have betrayed us so many times now again, and it's absolutely that we should change NATO. 对这件代志，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和北约的重要成员美国拢表示欢迎。不过俄罗斯强调讲，芬兰若加入北约，安尼会对俄罗斯来正做威胁。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a NATO application by Finland and or Sweden should they choose to apply. We of course will respect whatever decision they make. Мы у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ТО и приближение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Альянса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не делает мир, а главное наш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более стабильным и безопасным. Это однозначно.
芬兰媒体报道也佫有讲，俄罗斯有可能伫13即天切断天然气来报复芬兰加入北约。不止个芬兰的当局伊强调讲，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而且天然气敢若占芬兰能源的5%尔。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伫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正残忍的布查毒杀案哦，伫当地个基辅的附近是发现超过1000具的遗体，有真侪人拢是头壳着青，有一位青少年真幸运活落来，也毋过伊的爸爸是不幸过身咯。伊甲美联社记者登去战争的现场，要互外界来了解战争的真相。中国嘅12度过15岁生日的尤拉纳奇普伦科，比着墙壁顶头的庆之康，讲迄天伊甲因老爸罗斯兰骑脚踏车看美一个地下室的厝边时阵，为了要互人知影因是无武器的百姓，也搁伫咧脚踏車顶頭白白火。Ми їхали тут двоє на велосипеді, і звідси почав виходити військовий російський. Ось у нього спочатку було дуло направлено вниз. А потім він підняв і прицілився в свій приціл і сказав стояти. На російській мові. 俄羅斯的士兵將因賣電動因隨停來，不過隨聽到槍聲，伊看因老爸倒伫咧塗骹，喙開開，肺一直流，尾啊因來向尤拉開槍。Вистрілив мені в палець, в підняту руку він мені вистрілив, але заділа палець. Тобто пуля вона пройшла між указательним і великим пальцем лівої руки. Відчув, як у мене диркнувся капюшон. Ось, і потім ще до мене відлетіло з землі щось вниз. 尤拉老母講，這領衫就要留落，因為這是證據。 Ось, і я був тоді дуже сильно переляканий, сказав мамі, мама, не йди туди, бо вони дуже сильно, вони у всіх стріляють. 4月中，俄軍撤出布查鎮，尤拉一家伙仔才發到轉去，因隨着因老爸屍體重新舉行告別式。 地方官員講，剛若伫咧布查，18歲以下就31個人被殺害，19個人受傷。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講，自戰爭以來，烏克蘭各地至少有202個囡仔被殺害，不過實際數字可能更較懸。烏克蘭政府的統計是217個囡仔死亡，390人受傷。美聯社甲美國公共電視網新聞調查記錄節目前線。 根據各種消息，獨立追蹤20件兒童被殺害攻擊事件，自小店波羅江凱網到馬里坡的轟炸，攏符合戰爭罪定義。不過，這敢若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來看日本甲歐盟的領導人將舉行峰會，將對印太地區做討論。會議結束，嘛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來解決兩岸問題。咱國外交部嘛表示感謝。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號來訪的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日歐定期領袖峰會，三個人除了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會甲合作進行應用，甲焦點放佇個印太地區。歐盟嘛會率咧較立接來參與，佮擔較儕責任，借這個機會來警告中國。The Indo-Pacific is a thriving region. It is also a theater of tensions. And we also want to deepen our consultations on a more assertive China. We believe that China must stand up to defend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that it has benefited from in developing its country. 日本歐盟領袖峰會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來解決兩岸問題。雙方對國家想要來改變現狀，在經濟上實施壓力，攏同意堅持做應用。這嘛是煞去年日歐盟峰會了後，再度聲明台海和平。 外交部我们对日本跟欧盟联合声明重视台海安全，我们表示高度欢迎跟由衷的感谢。这也是再次彰显了维系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已经是国际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WHA 就要舉行，台灣也未收到邀請。美國國務卿國際組織助卿時森喺70日暗時會晤日內瓦辦事處處長蘇英軍，重申美國支持台灣參加世衛組織以外，更加表示講已經甲世衛秘書長譚德賽當面重申對台灣出席 WHA 期待。衛福部長陳時中嘛投訴土耳其媒體，希望會當實現零防疫缺口，率咧來爭取參與 WHA。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南韓前一站修法限縮檢方的偵查權，
台湾陪审团协会今仔开记者会指出讲，咱台湾应该卖当学习，因为咱国内的检察官一个人都有指挥、侦查、起诉等权利。因提出讲，侦查权应该交还予警察等诉求。 诉求检察制度改革，因为南韩进前受法，大幅度限缩检方侦查权。看国内检察体系，台湾陪审团协会认为，过了10年拢无改革，拢照以前的，互检方总担指挥侦查论告这权利。检察官的权利是主动的，他后面有整个国家这个资源啊，甚至是他可以因为我们的制度上面的使然呐，他可以指挥这个警察、宪兵啊、调查局。 所以我们的检察官的权力可以说是世所罕见呐。改革理由除了诉求设立专有的检察官法，也呼吁把侦查权放到司法警察，因为案发第一时间，大部分上紧到现场的拢是警方。还阁限制检方的起诉加上诉权，针对无适任的检察官，加强有效的淘汰制度。日本的双重侦查主体，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走那一边的路。那这个双重的侦查助理是由司法警察去做第一线的侦查。 检察官就是一种补充性的第二线的侦查。这届南韩限缩检察官的权限，有法律学者是讲，若做比较韩国，认为伤过头激进，也会当加日本的检察制度迄个方向调整，一步一步进行改革。记者综合报道。 除了武汉肺炎的汉药清冠1号市场是真欠货，本地一盒是卖1500块，传出讲有人花到5000块，冇出现真侪强调甲清冠1号同款配方的产品。台北市中医师公会是呼吁民众确诊者一定要互中医师看过，才依照个人的体质来开药单。伊嘛强调讲，这其实会当用健保，摕药嘛唔免开遮尔侪钱。 确诊看中医，健康又有效。在立法院议场前放960贴中药罐啊，强调除了清冠1号以外，除了新冠肺炎，还有其他的中药。台北市中医师公会呼吁民众，清冠1号不是健康食品，唔当抢买。清冠是属于医师处方用药。 一般民间的药房是不可以私自贩售的，这个不是健康食品。那清冠1号在外面的市场市价很乱，一盒啊叫价到5000，其实这个都是哄抬的。 台北市中医师公会表示，除了清冠1号以外，中药一定有够。虽然治疗新冠肺炎，清冠1号是上有效的药方，不过不是所有的确诊者拢需要吃清冠1号。确诊患者也当根据无共镜头，依照中医师的建议，使用无共药材，也当利用手机视讯进行线顶看诊。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使用这个清冠1号。最重要的是要由中医师来帮你诊断处方。最近本土确诊人数增加，清冠1号供不应求，市面上出现不少类清冠1号，呼吁民众唔通乱买。 希望各位民众不要去追清冠1号，因为这样子的价格一直被哄抬，是我们不乐见的。这样子一盒清冠有8家药厂，EUA 的药厂那个价格大概在1500到2000左右一盒。以这个公费来说，你只需要负担一个挂号费而已。 中医药师公会表示，目前清冠1号剂量以确诊数3%来准备，一人份是10天用量，由8间药厂生产，每个月产量是37000份，一定6月会阁增加4间药厂加入生产行列，提高药量。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统计显示，讲达到12岁以下囡仔注莫德纳疫苗的比例是真低哦。咱来看云林县，大约是有3万的国小学生，有16040个学生有拍算要注。县政府是表示，会伫6月初早进前来帮囡仔注。家长若需改变心意，不管要注无要注哦，随时拢会当。学生保持距离排队，由医生评估每一个人身体状况无问题，才来注莫德纳。为着要加强校园的防护网，云林县的校园对13开始注疫苗。大东国小学生大概103人今天有25个人接受疫苗的施打。那中间过程原来预计有29人，可是因为部分小朋友他有蚕豆症有些有过敏所以他家长考量之后，我们老师会跟家长沟通7天之后，决定他们还自己到诊所去施打。我们总共收回来的意愿书有30682件了哈。那当中呢有10640的家长填写了同意函，那总共占了大概4%左右哈。
婚姻官府表示，对5月初2就先开放县内的合约诊所，和6岁到11岁愿意注疫苗的囡仔先来注射。也那5月13日，已经有12间学校，搁再伫校园为学生注射。到目前已经有2400位的学生注射疫苗。在这个诊所里面，合约的医疗院所里面做施打。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施打的将近2400位的小朋友哈，那都是目前都是没有不良反应的一个通报啦。卫生局表示，针对偏乡的学校，若注射的人数较少，会以巡回注射或者是协调附近的学校设注射站。部分的卫生所也会为着因应乡亲的需求，伫休假日设囡仔的注射门诊，按算伫6月初早进前替囡仔注完射。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台湾是规定讲物理治疗师嘛是爱医师来推单，才会当来执行业务治疗病人。物理治疗协会是呼吁讲，想要透过修法，互需要物理治疗福建的民众会当直接来接受治疗，降低医疗负担。看党派立委站出来支持物理治疗师，无被法律限制，应合法直接提供专业服务。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社会，民众健康意识起来，毋过物理治疗师法上路以来，将近30年无修法。物理治疗师要执行任何业务，拢爱经过医师问诊、教会或者是医嘱。立委指出，全球75%国家应互物理治疗师直接互病人协助，台湾也应该爱进步，对着世界脚步。有病当然看医生，医生看完以后安排治疗，治疗师来治疗，这个是没问题。但问题是，我先问你健康的问题，延缓失能问题、伤病预防问题，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所以不要被物理治疗是治疗2个字变懵了。物理治疗师强调，有病当然爱看医生，佮安排物理治疗师来治疗。毋过，若是提供健康促进、伤病预防、延迟失能，为什么直接交由专业物理治疗师来处理呢？针对医师这期被剥夺治疗权利，烦恼损害医疗品质，物理治疗协会澄清，毋是以治疗为导向，是目标放伫保养甲预防，发现病人状况，应及时转诊给医师，能够去判断这样子的民众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有疾病？那他如果有疾病的话，是需要走这个医师诊断这个地方。物理治疗师所着眼的观点是以动作功能促进为导向，并非以伤病治疗为目标。物理治疗局限在医师底下，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所能够提供服务的范围。协会指出，全台有1万多人有物理治疗师的执照，却只剩无到7000人伫执业，专业人才严重流失。呼吁医界爱听说诉求，立法院下礼拜就安排排审修法。台湾健康防护网是不是应搁较完善？爱靠各党团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社岛的开发案，今年正月通过台北市政府的环评审查。也毋过，民众质疑讲，污水处理场的环评并无伫环评会议来审查哦。有100来民众就提起诉愿，今仔这民众早起嘛去台北市政府交诉愿书。离市府边仔夜间抓来抗议，反对社岛以区段定收开发的自救会成员，虽然一直抗争，但开发案环评依然伫第9届会议顶头审查通过。为着要保护家园无轻言放弃的居民，13号下早再度来到北市府。这个带来106个人的委托，要交诉愿状，要求撤销环评结论。立即撤销。一个光荣城市，实际上它是一个悲情城市，是一个破迁城市。反对的居民甲团团指出，社岛地势低，若推动开发案填土起半环，恐惊冲击淡水河沿岸区域的防洪功能。另外，各污水处理场拢应该依法来合并办理环评，但北市府却甲伊一一切割。为了兑现柯文哲的政策，不许去践踏环评，用切割的方式来通过一个残缺不全的开发计划。北市府派出代表接下律师团代表的诉愿状，对于切割环评的指控是无直接回应。整个环评结论已经出来了，那今日他们依诉愿程序提起诉愿书，我们就是受理这个诉愿书。另外，主张撤销环评结论的居民嘛认为，社岛开发案无定收的必要性甲公益性，因呼吁北市府主动剔除建物密集聚落，这是区段定收计划的人权上低标准。
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花莲吉安乡公华村因为要设粪扫场，附近的民众早起去县议会抗议。县政府是表示，这吨粪扫的所在只是暂时性的，但第年阿门土窑每年完工就袂搁再使用了。也毋过村民嘛是无相信因要求县政府应该马上来撤销因的执照。为要反对粪扫场设伫家己村内，吉安乡公华村民众有被捕掉到县议会门口抗议，大家无法度理解为什么别人要爱的无染粪拢要设伫公华村，而且几十年来催县府协助拢无效。政府的长官脑袋在想什么啊？光华已经这么多的闲物设施了，你就黄牛，光华5间的垃圾场，你先跟我讲怎么解决，要不要迁走？我们现在都是解决了10几年了，你都解决不了。县府秘书长出面接受电证书，澄清粪扫场只是暂时，因为第年阿土窑无起好，未来若启动花莲的粪扫就应家己气化。明年6月以后，这个台泥 BO 案可以营运的话，就完全可以去化消除。那台泥如果可以烧的时候，这些暂置厂还会存在吗？这些暂置厂去化完了以后，当然就可以废除。毋过有人怀疑，明年6月阿土窑就要启动，粪扫场是毋是也有设立必要？而且业者毋捌甲在地民众沟通，要求县府马上撤照。没有差说是1年嘛，1年你就有必要在光华这边设个垃圾场嘛？这个业者在设厂前有没有跟村民来做一个协调沟通？都没有，还有说明，都没有。县府强调，花莲逐工粪扫量差不多150吨，依然地这焚化炉营收的部分已经愈来愈少。等明年6月阿土窑启动，暂时放伫这粪扫场处理掉，到时阵临时粪扫场也会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前一早有民众伫台东日本申请要学日本时代留落来黄金最后是学无物件，虽然事实是有经过相关单位的同意才开始学，也毋过附近部落族人嘛是真不满哦。今仔早起，卑南族的民族议会甲临时会搬到县政府广场去开会，来表达抗议。卑南族卡达地部部落族人，阁来到台东县政府前广场，抗议县政府原则同意外地人来因的资本湿地，挖一寡挖袂到的黄金，破坏传统联系，讲好会尊重部落，拢变口户。原住民土地上的主权，我们有法令的依据，有原基法，然后我们也有部落对这块土地主权的坚持。卡达地部部落早拄结束资本湿地光电开发案1年外的抗争，才无简单争取就停止开发，即马阁发现外地人来因的传统联系恶补。卑南族10大部落民族议会头一面搬来县政府前广场召开临时会，联合抗议政府部门为国有财产局原民会县政府拢跳过甲部落协商，就同意开会，而且原民会阁认定这毋是开发案，无需要得到部落自相同意。不过律师是讲，原基法定义的开发行为，都有土石矿物开采的工程，原民会无替原住民管控。挖掘的案子，它没有原基法的适用，它没有原基法资商同意办法的适用，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才敢接着走下一步。部落的立场在哪里？明确的就是土地开发的范畴，如果符合土地开发，依据原基法第21条，就应该要资商取得部落同意。这项挖黄金的工程初5已经结束，无挖到黄金。安国山市台东办事处表示，申请人依法会当个重新申请。卡达地部部落呼吁政府部门爱守法。台东县政府表示，若做收到申请案，未阁同意开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减化问题是真伤脑筋哦。除了提供补助，屏东县政府最近推出一款育儿包，内底有真侪阿婴仔需要用品，嘛有手册，整理所有相关的补助甲资讯哦，望讲会当来鼓励屏东县民勇敢生囝。你需要帮忙吗？哦，对，我在找湿纸巾。湿纸巾吗？我这里刚好有，来，你拿去用。真侪妈妈若要带翁仔出门，牌仔都爱扎甲大卡细卡，拢是囡仔需要用品，都惊有一项无细字漏交去。对，里面有暗层，这内底会当堆足侪物件暗层。为着减轻家长的负担，屏东县府特别准备药件袋仔要送给爸爸妈妈，内底毋但有穿药珠啊，甲一寡用品。这袋仔设计嘛真用心，有暗袋仔会当底真侪物件，阁真好拍，家长嘛学了讲真实用。就像我们那个湿纸巾、尿布垫、乳液，都是我们平常时其实都还蛮常用得到的。对，所以我觉得送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还蛮方便的。感生药生，而且能够感养，
愿意养。然后呢，一直这几年调整了很多的社福育儿政策，就是希望减轻年轻爸爸妈妈的负担。我们有专责的月嫂，经过训练合格的月嫂到宅服务。未来在育儿的过程，只要在我们所有33个乡镇的户政事务所，可以领取我身上这样的一个育儿包呢。屏东县府表示，为5月初1开始，只要红婴伫屏东办户口，而且爸母其中一个人的户口嘛伫屏东，都会送一卡摇囝的地仔，希望互爸爸妈妈出门的时阵袂阁脚公手乱。记者综合报道。要找传统的剃头店已经真少了，咱来看台南有一个剃头店的第2代张进顺，伊发起剃头店的都市旅行，要伫目前有全国有上侪传统剃头店的台南，找出老一辈台南人生活的方式。公司第1代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做回来找找老台南的气味。就伫巷仔挖角的所在，看到真熟悉剃头店的扛棒当地香。这是台南的生活印象。台南嘛是目前全国旧式的理发厅密度上介悬的城市，因为时代潮流甲疫情的关系，已经有袂少老店渐渐衰微去。张敬顺是理容院第2代，头起先对这个行业并无兴趣，一个机缘经过市内其他的老剃头店，抓起内底气氛甲物件吸引，就开始拜访这的店头做田野调查，保存这的无妨要义的城市生活史。伊要吼去甲咱台南吼，甲伊吼安尼甲伊带动吼，咱对即个老剃头店吼会当互人了解嘛，佮当带一寡观光客通来台南安尼。剃头店较早迄个时阵，做上拢防做看袂起的，但是其实因的技术、和因的收藏、和因本身的店体，其实拢做过当。这5年来，张敬顺编册、办展览，还佫有翕纪录片，保存这着要消失的文化。而且进一步为剃头店师傅日常生活甲个人的兴趣，描写出老台南人的私房地图，要带民众为无同角度体验台南人的生活风貌。伊若变做一个不足普及的概念的时阵，安尼这剃头店得当永续啊，因为伊都有商机啊，有人流啊，所以我感觉理容院这个模式会当若成功，会变做其他老职业模式一样办，但是。这个部分佫有主长的路爱行。对张敬顺来讲，理容院是一个互为无共背景、无共世代来的民众产生对话管道之一。当因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对时代演变，才平凡而且真实上的场合，才让进一步互保存落来，创造更较侪可能性。记者吴定武、吴文良台南报道。来看伫巴西举办的听学，台湾的代表团又有好消息咯！网球女双顶一届听学的金牌，今年60岁选手何秋美，佮26岁林嘉文，以6比4、6比1拍败德国队，又佮摕到一块金牌哦！这嘛是咱国代表队这届听学的第2块金牌咯。目前咱台湾队已经摕到2块金牌、5块银牌、7块铜牌。真专心拼命一下，迎接最后一球。26岁网球选手林嘉文配合60岁资深选手何秋美出战巴西听学，虽然捌以1比4落伫后边，不过最后连拼5局，以6比4摕到第一盘。第一盘开打了后，佫是6比1摕到，顺利拍败德国选手，得到听学网球女双金牌。非常的兴奋啊，很高兴啊！大腿伤势好很多了。尤其打赢球就更不痛了。在女单赛事进前，脚受伤，即马因为有金牌，感觉好真济。何秋美甲林嘉文是顶一届土耳其听学的网球女双金牌，这一摆完成2连霸，各为台湾摕回来本届赛事第1名金牌。我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吧，对，因为可以拿2连霸是非常困难，明天还要打个核酸，是非常硬的比赛，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睡饱。网球女单混双赛事拢晋级决赛，林嘉文要挑战台湾史上第1回3金球后，目前中华队的奖牌数总共有2金、5金、7铜，有机会伫最后这几天约顶一届4金、5金、8铜成绩。另外，在疫情方面，是有21名团员确诊，依照规定，伫国外检疫发病有10天，摕到2摆批下阴性证明才能登台湾，也依照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院甲全球来研究机构昨暗公布人类有史以来翕到第2张乌洞的相片，是一个林美做的乌洞哦，位伫银河系中心，比顶一届2019年发表的乌洞是细粒2000倍，也毋过离咱地球的距离比顶一届是接近2000倍哦，看起来就亲像一个中空的甜壳棒哦。科学家伫100年后用实际影像来证明讲，当初爱因斯坦的相位理论其实无毋对。这张相片就是林马座 A7 乌洞，由中央院世界世界望远镜计划、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日本国立天文台等全世界6个知名的研究机构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这项重大的科学发展，也是人类史上第2张乌洞的相片。2019年，本月也发布第一张影像，这是 M87的黑洞。今天我们所要公布的黑洞影像，比这个上次发现的近2000倍也小了很多，但是它却是在我们所在银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黑洞。中央院2019年公布史上第1张乌洞 M87的影像，隔了3年，佮公布离地球搁较晚，差不多27000光年的林马座 A7 乌洞。因为这个乌洞质量小2000倍，气体细较紧，搁较歹翕。Like the M87 black hole, the first black hole we saw, it has this similar donut or ring-like shape. And this seems to be a common feature of both the black holes we have seen. 郭准又讲，咱人类会当看到乌洞，是因为伊附近的气体所发出来光，伫咧乌洞的四周边两空，叫做乌洞暗影。这个暗影偌大，甲乌洞的质量有关系。真正研究林马座 A7就已经知影质量甲距离，所以知影宽有偌大。And because we know the distance to the black hole, we know the physical size. And the size of this ring is about 60 million kilometers. That is equivalent to 43 suns side by side.Or 4,687 Earths side by side. 中央院讲，这边会当翕到乌洞，是透过世界世界望远镜计划，甲全世界8座电波望远镜连线，形成一个虚拟阵列，达到前所未有的高解析度。8座内面，台湾就占3座，就当知影台湾的科学发展伫咧世界有正重要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有袂少民众因为要食好健康哦，所以因食物件拢无油无味，又搁感觉讲物件无好食。日本有科学家研究出一款有味的猪，会使甲钠含量较少的食物咸味提悬1倍半。有这项猪哦，食物件就袂搁无滋无味咯。若是食物件口味较重、食重咸，佫无想要造成心血管负担的民众，怎嘛有福气咯？日本明治大学甲饮料制造商吉林公司研发出一种猪，互你食物件时阵气味较重。いつも飲む味噌汁とほとんどやっぱ同じような濃さを感じるからですね。一碗味噌汤调工煮较正，用这种猪食时阵，咸正就甲普通时同款。这种猪的原理就是利用微电流，使使用者的喙质对咸正的感受度变较悬。この中には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入っています。そのコンピューターが食べ物、まさに食べようとしている食べ物の中のナトリウムイオンを浮かせて一気に引きつけるという操作を行っています。そこで電気の力を使っているというわけです。この結果、塩味が 1.5 倍の濃さに感じられるところまでいっています。日本成年人一天摄取的盐差不多10公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摄取量的2倍。那年过月轻，对身体是正大的负担。日本人はもともと食塩の摂取量が非常に多くてですね。通常の方法で食塩の摂取量を控えようとすると好きな食べ物を我慢したり、また薄味の食事を我慢しながら食べたり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必要になっていました。用这种会当增加气味的猪，会当同时兼顾好食加健康。不过，怎么还阁伫咧继续研发改善，希望明年会当顺利上市提出来卖，好食重咸的人会当减少盐的摄取量。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
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袁娜啦。听老师讲，今仔日是半夜食月，唔知影月娘会有啥物变化咧？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食月。食月汉字写做食月，罗马字写做4一食，5月月，食第4条，月第8条。今仔日上自然课的时，老师问阮为虾米有食月，我先想到阿嬷捌讲过，天狗若巴肚枵的时，就会甲月娘一喙咬落去，所以食月嘛有人讲是天狗食月。天狗食月会互月娘看起来愈来愈暗。为着恢复光明，就爱拍锣讲鼓，甲天狗拍车惊，互伊莫搁去食月娘。结果老师讲天狗食月是传说故事，啥物？阿妈竟然甲我骗！其实食月是月娘射去地球的后壁，日头光去互地球炸着，就袂着月娘造成的啦。食月拢发生伫满月迄卡头，也就是旧历15前后。不过，毋是每一个满月拢会拄着食月。月娘是我上喜意的星，因为伊10日有光的所在拢无共，有时一撮月白，有时半圆，有时满月。找一天，我一定要来去月娘佚佗。老师讲，月娘是未发光的卫星。咱伫地球看到的月光是日头光照着月娘的反射光，安尼我若要去月球，就爱会记哩早手电啊。有一句古早念谣讲，月娘光莹莹，贼仔头乌白，意思是讲满月的光，才会方便贼仔乌白偷摕人兜的物件。六食月。天狗食月，满月，月白，月青，月娘光莹莹，贼仔头乌白。我要进来看今年上尾一届的食月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你转来哦！啊，你个穿安尼要创啥？
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